3个地方都可以换啊，你这样可以换3个。好，这3个地方都可以换。这是你的，谢谢。你做的好可爱哦，还有这个很好吃哦。今日下晝，嗰多年來到太比慈順南門春天揾點心，一盒薯片全盒裝嘅美食點心，貴上美食。一定留起來參加慈松春港野春節嘅民眾。雖然天時冇稍微下晝時頭稍暖嘅熱化，但意思都冇影響一定參加野春節嘅好心情。今天來參加，感覺就是很開心啊！雖然很冷，但是就整個就是氣氛很好，然後很悠閒，很像光着腳在自己家裡面走來走去的感覺。對，很輕鬆自在。對。規副客人窮下歡樂，也係旗下嘅朋友被坐喺太比慈順嘅草坪上，享受按清閒按樂線嘅下晝時頭。新輪慈松媽媽作為手工美食細點心，談論享有好聽嘅音樂，看那歌戲就係講都講唔得嘅湖光山色。哦，非常美，尤其是池上大坡池，然後又有好吃的米食，覺得這好吃嗎？好吃啊，非常好吃哎，你試試看，真的好吃。好不好吃？好吃，好吃啦！哎呀，因為小朋友假日嘛，大家過來走一走，哎，謝謝。還蠻特別的一個經驗吧。還蠻舒服的，蠻好的，很棒。大家又會吵又會辯論，享受野場慈松盛宴。其實春港野春節的想法係對台灣農民割禾思田、半晝半暗愛食點心的情形來嘅。因為不做野餐呢，因為台灣而且思田家全部用人工，人工真耗體力，所以要開點心一天攏食。而開點心一天攏食呢，大家都變講一天要食2-10點心。啊，不過也呢用記憶一個播種啥無開點心呢？啊，今仔想我懷念台灣安尼情形啊，都想講啊，都做點心來食安尼嘿。啊，都也太彼此呢，也湖邊的環境嘛，真適合，所以就辦了呢春耕野餐節哈，像懷舊以前的那個吃點心的一個情形了哈。像抹茶的那个糕吧，对，还蛮好吃的啊。那个肉粽跟米冰淇淋吧，还蛮不錯的。就米冰淇淋，它裡面都有真正的米在裡面，就不會很膩，就還不錯。遊客該陳述的細點心，就係亞洲慈松媽媽嘅創意豚手工。一旦豚慈松該有名嘅米，變做一行行精緻好吃的點心。然後像這個南瓜的那個糕哈，它就是用南瓜下去做的。然後這個是利用天然的綠茶的部分去做的花桂啊。然後現在這個是桑葚的涼糕，因為也是當地盛產的一個桑葚的植材去做的。然後這個麻糬，你不要看它這樣哦，但是不是一般的麻糬哦，裡面還有秘密哦，吃起來會有酸溜溜的哦，因為我們裡面還有加一個奇異果，吃起來是很棒的。借由這種野餐節，把我們池上這些媽媽整合，我們的義工媽媽啦、家政班的這所有的人，在米食加工方面的創意，把它結合起來，啊，開創另外一條路啊，希望說借由這種比較屬於文化創意的產業，來帶來不同的就業機會跟觀光人潮。好久沒有起北風。北風一起，稻穗就轉成金黃色。好久沒有唱山歌，
山歌一唱，全身都爽快起来。评论他嘅野传呢，係豪客愛示範樂團，附順係一等嘅舞台，唱論呢係睇池上創作嘅歌曲，唱出對天橋嘅情感，還有池上最鬧嘅風景。嗰度嘅民眾前聽用攝像機攝下安尼嘅景象。然後就來這邊覺得哇，是還不錯，很自然的感覺。對，就是這個地方就很悠閒，和台北完全不一樣。然後到處都是稻田呢，綠油油一片，就是覺得很舒服，對吧？然後今天剛好又沒下雨，很棒。用音樂傳出池上感動人的故事，當中談到過老本，唔到底嘅身體也談論緊要。其實在這個湖的四周有着各個族群的人。台灣東部就是這樣一個可愛的地方，像池上這附近就有阿美族的村落，然後有火肉郎的市集，然後有客家人的村落，大家非常多的族群在同一塊土地上，很多人都在種稻子。台灣是一個文化非常多元的地方。池上野傳節先睇太比池附順期盼，除了太比池本身該將嘅風光該上演之外，其實也希望同帶出池上人發展嘅太比池受基本遊客。大坡池上在大坡池上面，早期住在大坡池的附近的人家，其實池上最早的這一個移民的人就是住在大坡池湖畔，所以說池上人是因大坡池而活的，也可以這麼講。這個細細就做魚的，做魚的那麼就用竹排咩？條講啊都六個細人呢，看啲成法嘛，都看啲成法。總共咧大概比同度這個總共有差不多30萬戶人，專門看啲落雪。日本時代到也嘅光復時期嘅時間呢，睇池上就有鄉親喺睇下嘅太比池唱竹排，鳥嘅還有鳥下講來落雪咯。雖然個情形到也下已經看唔到，唔過呢還係做得來也向操竹排哦，來體驗頭擺嘅鳥人家嘅一個想法，來體驗頭擺嘅人文風情。也會行嘅哦。那個水清清為轉彎的話都會靠兩幾個柱的你會向左轉的話，你就要這個要也是一樣，向左滑這樣子，它才會轉向。技術人其他竹排嘅面向，參論將排嘅控制竹排嘅方向，等人客看下太比池嘅魅力。還見講頭擺睇太比池巷嗰度竹排嘅情形。以前抓魚的時候，他們也是用竹筏，然後他會撒網或者是放那個魚籠下去捕撈這樣子。然後撒網的話比較少一點，大部分都是用魚籠。魚籠在抓的時候，他們第二天才會來收。嗰度外種人可能對太比池冇乜嘅印象，不過上行呢講個有名嘅池上飯包，仲唔會上手呵。上座飯包地度嘅菜式，其中一項也係對太比池巷來嘅。頭擺也特別差唔多20-30戶嘅人啊，農田靠也是飯呢，青島嗰種嘅小米蝦，小米蝦呢要咩頭擺啦我哋偏檔做偏檔地度嘅
做个菜的之一啦，哦，所以讲鸦片哈，头摆科雅师傅的人真多。饭包的菜色，我们比较著名的就是像以前我们阿嬷在大坡池里面捞的米虾。那这个米虾呢，我们把它裹粉之后炸成类似像甜不辣的形状，就是我们的就是类似像脯肉这样的东西。头摆池上人意思太彼此工业的，一下也只个变做的风光街那位风景区，有丰富的水生植物，也生调味也都自然生态，也算是池上的宝。一个哈断层池啦，鸦片的断层池哈，其实讲起来迄台湾冇的啦，迄一个湿地，沼泽区，所以讲鸦片调味真多。操作派替太彼此来来去去，感受一下头摆当人家的生活。来到雅点前的湖光山色度，改到人下就该享受按贴片的经验。很好玩啊，划桨很好玩，也很累啊。但是大家有空可以都来玩，大家休闲的时间放假的时候可以来体验一下，还不错。就刚刚玩竹筏还蛮好玩的啦，其实有一点累一点点，可是看风景还蛮漂亮的，觉得池上办这个活动还蛮好的。操作派往太彼此，睇草坪上谈各位看风景食点心，池上人团像阿美穷用嘅太彼此，受嘅本人下，我本外种人穷下来感受菜地嘅美好。我们希望把池上更好的一面，大坡池。如果你有空来大坡池，你只要在湖畔，很临近的大坡池畔来享用一份野餐，或者是即使是一个便当，我相信所有的游客都会惊艳。春江夜春节係池上鄉配合四季節氣，期盼嘅農村以文化通之一，幫群嘅民眾同農村嘅距離。睇加添農村嘅文化氣息之外，還個更加美沙起居民嘅心。覺得蠻好的，就蠻有意義的啊，對啊，就進一步認識台東，因為我們都是從台北來的，對，然後就來台東念書，然後就可以更了解台東這個地方，覺得還不錯。池上的人一直在努力進步，除非離開，除了池上米的光環以外，他們一直希望再加上其他的東西，讓它更有文化氣息，不是單單只有便當這麼一件事。NT 房就利用一個法通大家來參與，有參與就有溝通協調都會產生一個地方的凝聚力對我們地方的社區意識有加強，都大家會關心一太彼此，關心這個地方講，你看攀南的法通，大家人都親愛來了，大家應該更加認真，更加重視人嘅環境。Q 上年的田，剛出口感又香又 Q 的池上米，聽暖風強強的游來游去，堅強的波浪，而像係對等愛的迷你的笑。池上人的驕傲，唔單搶認真又好米，而係韓國鄉屯講嘅天然景色、池塘風光，韓國豐富多樣的人文風情，不同外天然與韓國誠意的分享。